好，嚟啊！跳出嚟嘅時候，前面快閘嘅馬見到內欄穿甲英啊，中間星耀王者，外邊駿馬風采，出邊有兩隻啊，上教啦，同埋嗰隻咧就正本歡心啊。咁啊，跟住個內欄大約第6位到啦，仲有自然輝煌粉紅面箍嘅，外邊啊成功財富啦，後多浸嘅馬，尾5位置係杭州飛輪啊，綠色衫嘅，內欄尾4成才啦，出邊無敵勇士啊，尾2大雷暴暫時包尾係嗰隻致勝時機嚟㗎。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見到放咗出嚟嘅馬係上教啊，正本歡心就第2位。喺外邊嘅冇一條欄喎，咁啊第3位係駿馬風采啦，橙衫第4位係穿甲英啊，第5位咧咁啊側起個頭喎，嗰隻馬咧咁啊就係嗰隻星耀王者啊，再見到內欄第6淺藍衫粉紅面箍就係自然輝煌啦，後邊成功財富啦，原欄上咗少少嘅成才啦，後啲先有杭州飛輪嗰啲馬掟到最出係致勝時機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上教鬥緊正本歡心嘅時候，見到串內欄上嚟係穿甲英，外邊追駿馬風采，入邊自然輝煌穩緊位，出邊上跟用個星耀王者，最後100零米穿甲英透出，外邊位置駿馬風采，出邊呢仲有星耀王者，大外檔致勝時機上跟嚟，接近終點，潘頓執多 win 4 win 啊，就係嗰隻呢穿甲英贏啊，第2名嘅馬埋邊啊駿馬風采，大外檔掃上嚟嗰隻呢由包尾追上嚟，嗰隻係致勝時機啊，咁啊至於中檔位置仲有1號嘅星耀王者呢，咁啊埋邊自然輝煌呢，嗰啲馬都係叫接近啦。好啦，潘頓4 win。徐宇石都打破悶局啦！2022年第一場頭馬，穿甲英1檔，潘頓4場，駿馬風采第2，第3外邊嘅致勝時機，第4呢睇嚟仲係隻1星耀王者。真係揾到潘頓加持啊，可以贏到啦！佢摸嗰兩課亦都真係都幾順滑㗎嚇，出閘又快喎。黃記佢。好嚟，一開閘量化歡騰搶住出閘啊！咁啊跟住第2位內欄有進寶啦，中間自然輝煌同埋終身美麗，出邊神州浩翔啊！內欄第6嘅馬呢，仲有綠色有料啦，中檔第7位橙衫嘅的愛心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粉紅帽尾5中檔係財啊，內欄閃耀威龍穿甲英縮咗喺尾3啊，尾2位置係嗰隻運高八斗，暫時殿後呢係精英至尊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呢，有量化歡騰啊，埋邊就進寶啦。咬住第3位呢，咁啊有呢隻神州浩翔啦，內欄第4終身美麗啊，第5位自然輝煌，第6位綠色有料，第7位出邊的愛心啊，後邊嗰5隻啦，財尾5粉紅帽嘅，出邊穿甲英，後邊3隻閃耀威龍，咁啊同埋運高八斗包尾嗰隻係精英至尊嚟㗎。好啦，入正直路啦，量化歡騰外邊，咁啊見到埋邊進寶已經透位上嚟㗎啦，咁啊中檔位置追嘅馬有的愛心啦，終身美麗啦，出邊穿甲英亦都上緊嚟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的愛心透出，外邊穿甲英3叫戰步追埋上嚟，入邊有量化歡騰，中檔位置仲有終身美麗，接近終點，外邊穿甲英冚上嚟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的愛心，咁啊埋邊呢仲有量化歡騰，咁啊至於第4名噶嘛，出邊追上嚟運高八斗同埋內欄嘅財呢就需要影相啊，結果今場賽事穿甲英呢隻換潘頓呢，咁啊結果外邊冚上嚟贏喎，的愛心喺中間。埋邊量化歡騰係第3，出邊追上嚟第4，應該係一隻運高八斗。穿甲英，如果潘頓揀嘅呢，咁就冇揀錯啦，因為食埋個尾糊，今晚潘頓都整翻個孖寶啦。跑第2名呢，就係呢隻10號嘅的愛心，第3名呢，就係6號嘅量化歡騰，跑第4名就應該開面追上嚟嗰隻運高八斗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㗎，快少少嘅馬有呢隻幸運旅程啊，咁啊外邊有勇威神區，入邊呢就係炯炯有神啦，大外檔一路比上去美麗邂逅啊，粉紅眼罩呢金髮盛世好着意啊，一路隊前面頂住佢喎，咁啊再見到第6位啊穿甲英啦，外邊呢咁啊仲有呢隻標壇精英藍衫黃帽嗰匹啊，咁啊後邊嗰幾匹馬啦有閃電啦爆熱啦，尾位置有財有勢，一代天驕就暫時殿後啊，咁啊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美麗邂逅就放到出嚟。金髮盛世就第2位啊，幸運旅程內欄第3、第4，勇威神區啊，內欄第5仲有炯炯有神啦，咁啊頂咗出邊喎，3搭啊藍衫黃帽就標壇精英啊，橙衫嘅穿甲英呢就係大熱門嚟㗎，再見到內欄位置嗰邊啊，咁啊仲有閃電啦，出邊尾3呢就爆熱啦，尾有財有勢包咗落尾1代天驕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美麗邂逅仲係佔先嘅，中間金髮盛世粉紅眼罩，紫色眼罩中間仲係幸運旅程啊，外邊追有勇威神區，攝入邊有財有勢，出邊穿甲英，再喺外邊標壇精英，大外檔仲係爆熱啊！最後100米，穿甲英透出咗，外邊追上嚟嘅馬一代天驕入邊炯炯有神，過終點第1名，穿甲英贏啊！
跑第二名，入邊啊炯炯有神啦，出邊追上嚟啊一代天驕啊！咁啊至於第四名有標壇精英同埋嗰隻爆熱咧就比較接近啲啊。結果臨門顯示大熱門呢隻穿甲鷹黎超星起咗個馬。黎超星、麥道朗咁啊，呢隻穿甲鷹翻嚟谷草，咁啊中間穿出嚟，始終都係贏谷草嘅。跑第二名呢就開變喎，似乎一代天驕喎。第三就埋變嘅炯炯有神，跑第四先係呢隻11嘅標壇精英。哇！臨尾落飛落到大熱門啊！呢隻穿甲鷹39蚊啊！呢啲都正路馬嚟嘅，報住啲場啊，跑咗3場。